翻嚟新聞時間，內地孕婦衝關嚟香港分娩，有入境處工會認為呢個問題凸顯咗部門人手唔夠。但係其實唔少入境處嘅人員近年都流失咗去其他嘅政府部門工作。有人事顧問係認為政府部門之間都要搶人才，情況並唔健康。佢係30幾歲嘅公務員，喺入境處做嘢10年。舊年決定離開，轉投最低工資實施之後，需要加強巡查工作嘅勞工處。工作性質同以前差唔多，但係轉職之後人工高咗，職銜升咗，更加唔使輪更。佢話當初考入境處本住使命感，但係使命感隨住年月而磨滅。佢偏向係請街外人，多過請喺內部調升咯。咁你變咗你喺我哋行內嘅員佐級嘅同事就會覺得好灰心，會覺得唔知究竟我要做到點樣先可以升到級。佢話現職勞工處部門有200人，超過一半係入境處舊同事。入境處裏面有講法就話每年嘅訪港旅客增長23%，咁但係入境處裏面嘅人手每年只係加得嗰23個，而且政府部門請人嘅過程又漫長，人手唔夠，士氣又差，難怪啲同事都揾工跳槽。有人事顧問話，紀律部隊嘅吸引力大不如前，過往主要係私人機構挖角，近年連政府部門都搶人才，情況並唔健康。作為一個政府嘅機構啦，其實佢都花咗好多培訓資源去訓練一啲紀律部隊嘅在職人士。咁如果訓練咗之後，咁跟住好短時間，跟住又轉職到其他部門咁樣，咁似乎咧就會影響嗰個部門嘅士氣咯，同埋亦都係浪費咗先前嗰個培訓資源咯。入境處話，舊年有21個員佐級人員轉職去到勞工處，處方會不時檢討挽留人才。而勞工處就話喺遴選過程當中一視同仁，對現職公務員冇任何優待。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導。中港家庭權益會發起遊行，要求政府將公立醫院嘅分娩床位喺滿足本地孕婦嘅需要之後，集中提供俾已經懷孕嘅港人內地配偶用。大約30名遊行人士由中環遊行至禮賓府，要求同特首曾蔭權對話，希望政府安排已經懷孕嘅港人內地配偶得到公立醫院嘅分娩床位。好無奈，我太太有身紀之後呢，我已經一直打電話去醫院度，話想幫我太太做預約做產前嘅檢查，佢哋就係話我太太係內地人，所以政府就未有一個政策去幫助我哋呢啲家庭。亦都有遊行人士話，雖然私家醫院有床位，但係由於收費太貴，負擔唔起。私家醫院佢話有位嘅話都20-30萬啦，10幾萬至少啦，一個月我老公先掙幾千蚊。佢又話喺冇辦法嘅情況下，會考慮衝入急症室。遊行人士行到去禮賓府嘅時候，一度同警方發生推撞。警方之後接收請願信。嚟參加遊行嘅內地孕婦話唔會將缺乏床位嘅責任歸咎於雙非孕婦，要求政府盡快將港人內地配偶同埋雙非孕婦嘅身份作出區分，並且盡快處理床位嘅問題。無線電視記者袁家謙報導。美國共和黨